疫情趋缓，去年恢复举办的台南高都国际步艇马拉松有1万多人来参加，而今年疫情解封，吸引全国将近2万人来报名。市府伫今仔日就5举办赛前宣传记者会，台南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出席。这次总共有19631，19631位，已经突破了疫情前的报名人数所以说参与非常多，加上裁判，加上啦啦队，加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突破2万人，所以说这是有历来规模最大的5度半程马拉松，分成3组，半马，还有10K， 还有5K。台南高都国际步艇马拉松以国际密度上悬以及传统地势小只闻名，沿路唔但欣赏到古迹以及美丽的风景，同时提供低卡、卤味等地势美食小只，为参赛者补充体力。其实，在这个时候因为一般马拉松都在秋冬季，那在春季以后，因为夏天太热，你办那个马拉松，有时候选手的体能耗损比较大，那我们在差不多到3月，再到3月中以前，我们都办马拉松，差不多是可以。到3月、4月以后，天气就比较热，尤其在南部。因此呢，欢迎大家来全台湾最负盛名的5都半程马拉松。感谢体育，就像咱的市长方会做，来咧做以后非常的重视，这咱大家拢有亲手有感觉到。所以讲，你看含这个5都嘛，这个会使讲是咱台南市的代表性。这届报名敢若讲要将近2万人人间看有突破10万人这是一项足好的现象。市府体育局也甲在地业者合作，只要凭着参赛号码簿，就会当享有观光优惠。高都国际步艇马拉松也将伫拜日开跑，到时阵中西区、南区以及安平区拢会进行交通管制，请民众多加注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